非常關注在到轉到嚟嘅氣象國際嘅節目現場，今日討論嘅問題是喺嚟嘅每種苗意見，啊兩強之間嘅苗意見看起來是係擴大嘅用哦，啊對世界會造成乜嘅用係影響咯？今日請到嘅專家係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同 RTA 中心嘅副執行長李璇老師，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好。老師，我們看這次美國提出了這個301這個清單哦，總共是1333項，然後呢包括了500億美金的這個數額的。對。它其中鎖定也蠻多，像是這個工業啦，或者是這種醫療的部分哦。那中國也提出一個相對應的一個等值的這樣的武器，也是500億。那包括了美國的我們之前說的美國最痛點，像是大豆、黃豆嘛。對。那老師，你怎麼看這兩方面他們所提出的這個清單？它是不是有戶及到對方的痛點？好，那個美國這次公布這1300多項產品哦，它其實在這個清單的報告裡面的前面一段，它有提到它是怎麼找出來這1300多項產品的方式。是，他談到的，他很明白的直接寫出來說，就是環繞在中國製造2025，密切相關的產品為挑選基礎。好。然後呢，再剔除掉一些對美國經濟或者是對美國消費者有衝擊的產品，是啊，剩下的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1330項的這個產品清單的，是，所以它其實一開始就已經破題了，就是這些領域從這個化學、醫療、橡膠到這個電機、電子跟這個汽車零組件啊，還有一些航太跟船舶，全部都是跟中國製造2025有關。那其中呢，這個清單裡涵蓋最多的產品別，其實就是在電機跟這個應該是說在機械跟電機這兩個領域。因為我們知道中國製造2025有所謂10大的重點領域嘛，哈。那其中像這種所謂智慧型機械，或者是下一代的這種智慧生產的這種這種設備，然後到這個生技醫療、航空，都在這個中國製造2025的範圍裡面。是的。那所以它其實某種程度也反映到了這次的清單裡。不過這次有一個比較特別是，這個清單也又再度的包含了鋼跟鋁，所以它跟上次那個232條款的它有重複到了，重複到。那這個部分，美國其實想要解決的是中國一直沒有辦法有效處理的所謂的產能過剩的問題。是。中國其實這個習近平在過去3-5年來一直不斷承諾在所謂去產能，對，是中國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政策。事實上，我們也確實看到他有很大力量在做這個事。我們看到我們主要的跡象是很多東北的省份這些所謂下崗的工人上街抗議啦，什麼就可以看到他真的有是蠻用力在減產。可是呢，這個速度恐怕還是不美國是不買賬的，所以。他這次把這個清單又把鋼鋁又夾雜在一起啊，要對付這個所謂產能過剩的問題，所以基本上這次美國的清單就是反映了美國對中國的這過去12個月來最關切的幾個事情。中國製造2025，對，帶來了大量的政府的非常低成本的補貼，帶來了中國政府在背後支持的用這各種合法不合法手段取得的科技或技術，好讓中國的生產可以邁向下一個階段，好。然後這個產能過剩造成全球的這個經濟的委屈，是，然後強制技術移轉，好，等等，所以我這個清單大概就是反映出這些觀點，這些美國關切的角度。反過來看，北京提出的清單也是打中痛點，因為我們看到這次啊，他就已經把黃豆放進來了。我們知道美國生產的黃豆大概一半是出口，對，那這個一半出口黃豆裡有60%去了中國，所以中國是美國現在最大的對主要的出口市場。而誰在生產黃豆呢？當然就是這些農業州。對，而農業州過去都是川普在政治上的鐵粉，就是這個鐵票區。是的。好，那還有第二個是航空器，就是波音。波音是美國現在最引以為傲，而且是在創造很多就業機會的這個企業。好，那這兩個就是在政治上，不管在金額上、政治上、在視聽上，都會有極大的在美國內部產生極大的這種震撼。包括它的汽車的。還有包含汽車沒有錯，這所以你看從這個黃豆到汽車，其實大部分都是坐落在所謂這個生鏽區啊，過去就是生鏽帶的就是川普說他要拯救的州，是這些拯救州，因為川普現在反而受害，
那前几天不是已经有农夫说了，说下次绝对不投川普了，哈。对。那因为美国今年11月就要举行这个国会的期中改选，所以其实这个会有很多政治压力，让川普要速战速决。那简单说，这个中国这次这个清单也是算准了，说它会造成最大的震撼。好，那然后会给川普带来压力。所以我们说这两份清单，从各自的角度都是很漂亮的清单。老师，那我们看到说，其实你刚刚提到说中国制造2025，这对美国来讲啊，似乎是一个对他们在这个世界领导的霸权上面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他这一次主要是针对这个部分来打嘛，对不对？非常明显，非常明显。中国制造2025有3个时间阶段，哈，2025要进入中国要进入所谓制造强国，2035要进入所谓这个领先圈的后半段，是2049就是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100年的时候。中国要进入世界制造强国的这个前段班。简单的说，2049的时候，中国要跟美国平起平坐，在这个技术跟这个制造，就是下世代这个30年之间要赶上美国。美国觉得不可能，如果你是靠自己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对，可见呢，他一定有用了很多在这个西方市场经济的架构下不会使用的手段，包含了这种强制的移转，包含了从网络上窃取，包含了派出商业间谍。那也包含了说，中国现在现金满满，到处收购，好来这种取得这种技术了哈。所以我想从美国的角度，他不可能让中国取消中国制造2025，没错。可是他可以做到是让中国回到了符合美国利益、按美国的方向去制定的所谓的游戏规则。是，譬如说你不可以强制移转，如果美商、日商、台湾不愿意移转的技术，你不可以强迫他移转。第二个，如果愿意移转的技术，你要按市价付钱。好，第三个是你不可以用这种因为你口袋深就到处收购的方式，好来这个取得不当的，就是会有很多矛盾跟冲突。譬如说，中国最近那个吉利汽车成为这个的宾士最大的这个股东嘛，对。可是吉利汽车同时又拥有 Volvo， 是。那 Volvo 跟宾士在商用车就是 head on， 就是头对头的竞争对手啊。那这个在西方世界是很难想象的，就是2个竞争对手后面老板变成同一人，那这个就是合并。那简单说，从美国的角度，这个就是扰乱世界秩序的做法。是，所以我想美国要做的其实是用关税做手段，逼迫中国上桌，然后逼迫中国承诺他未来会按西方的这个世界所定出的经贸规则来办事。这个大概是我们可以看到短期内这种贸易战最终他们想要达到的，至少是阶段性的目的。所以说，它阶段性目的其实就是像是之前的，就是美苏的在武力竞争的时候，互相提高，就是我们的背后的武力的能量，其实主要就是换取谈判的空间。对，谈判的第一个愿意上谈判桌，第二个上桌的时候我的筹码比对方多。所以简单说，其实有些学者分析说，这一次呢最终极的斗争其实是所谓这个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好，用这个大陆用语，它叫做新世代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简称习思想，跟西方世界所支持的叫做市场经济的这个2个的这种意识，或者是说对世界观的观察的这种冲突。那过去中国一直走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但是因为它过去经济实力不强，所以这种冲突点就没有那么明显。那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强权，所以这样子的冲突，我觉得现在只是起点。是的，未来可能还会有不断的这个一波又一波的这个冲突发生，直到中国愿意遵守美国的或者美国接受了中国所谓习思想的这个路线，这一套方法。对，而是我们看到之前这套美国操作这一套模式，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对日本曾经有用过一次。是，那你认为说用在中国身上跟用在日本身上，那个时候这2个环境，它是可以等量齐观吗？或者说效果会一样吗？我想差距会非常大。表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日本其实是非常仰赖美国的，在这个安保的问题上，在这个区域的这个力量平衡上，在协助日本对抗，譬如说来自中国大陆的威胁上，哈。那反观，其实中国觉得他根本不需要美国，是美国需要中国。中国有很多鹰派学者是持这样子的立场的。是，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其实在这个威胁上面，日本是很容易屈服的，而中国可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也不会那么愿意的屈服。第二个，经济实力上，日本虽然当时是第2大
的经济体，可是呢，经济实力跟美国还是落差非常大。是的，中国现在这个第二大，它的实力因为它的量体实在太大，所以它的这个第二大的这个所谓这个跟美国的对抗的力量的程度是远远高过日本的。是，所以那第三个，其实美国也相对的非常仰赖中国。美国基本上所有的高科技都是，如果不是台湾代工，就是台湾代工厂在中国组装生产。对，所以是的，这样子的一个全球化的程度啊，经过30年的时候又更深了。好，所以这个从这3个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当初30年前美国怎么对付日本的。虽然我们看到相同的模式，就是战和战和，好，是的，可是那个这种对抗的力道，甚至未来真的爆发冲突所造成的冲击，可能会远超过30年前美日的这种经贸的纠纷。甚至美国之前真的打贸易战的时候，30年代那种规模也不太可能会出现吧，因为伤害太大了。对，几乎不可能。1930年那个大萧条之前的全球贸易壁垒这个对抗哦，有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当时的全球化的程度非常低。是，意思就是说各国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它不需要贸易。可是现在的这个世界全球化，经过过去50年这么深的全球化的相互那个需要程度太高，所有的 iPhone 都在中国组装。这个日本的这个服装也都是在中国或是在这个越南。那台湾几乎整个的这个高科技产业都有很大的能量，也是在中国越南生产。是。这样子的这么深的这种全球化跟全球供应链的结合，意味着所有贸易战对方对自己都会造成伤害，已经跟那个将近80年前那个环境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说是伤人100，自伤80啊，绝对是这样，绝对是这样。何况80年前，其实美国也是自己受伤，那现在受伤只会更重，所以。我们研判啊，就是现在这个贸易战会是一个激烈但是不持久的。但是因为在30年代那个贸易战持续大概接近10年的时间，这次我觉得10个月落幕恐怕都不会太令人意外。是，好的，谢谢老师。你下的先去看一下下半场的技术来关注大概每周秒日前前的俩双方有可能会有内调解谈判的资料。分享关注再给我转到大家讨论个现场哦，老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想了解的就是说，这个川普一直说，如果那个中美贸易战开打的话，其实美国取胜的机会很高。但是我们都知道说，其实中国算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人哦。川普哪来这样自信？我蛮好奇的。我想川普他们这个团队的一些基本思维是这样，就是说，中美之间虽然从这个量看起来，中国已经是成为第2大的经济体了，那也是世界上最大美国公债的持有者。可是如果从这个值来看的话，就是从这个所谓科技跟经济的底蕴来看的话，中美之间其实差距还是非常显著的。好，那中国今天会成为这么大的威胁，纯粹是因为它的人口、它的市场实在太庞大。好，所以我想川普团队有一个计算点，就是说现在不出手，5年后真的再出手就会倍加困难。所以现在必须是一个出手的时间点。那至于说要怎么所谓赢跟输，其实这个定义其实是任双方自己定义。我相信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看到双方都宣称他战胜了。是。那川普很容易宣称说这是美国的胜利，而且可能在不久的某一天嘛，对不对？是没错。那当然，北京绝对也会说我们在这个上面也是没有这个，并不是我们输了哈等等。但是从这个美国的角度的话。我想公债美国不是太担心的原因哦，是这样。如果中国开始抛售公债，对，作为一个攻击的武器，就是关税以外的话，那一旦抛售公债，就代表美金就要贬值，对，人民币要升值，所以对中国来说不一定是有利，说不定是得不偿失。因为这个美金一贬值之后，中国的出口的竞争力就开始下降啊。那中国本身的这个物价可能有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这个是一个武器，潜在的武器，但是它用起来的副作用会比其他的武器来得更高一点。
所以这个公债问题可能现在还不是最优先的选项了哈。是。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中美之间其实相互仰赖的程度，美方研判中国还是依赖度比较高。是。就中国整个包含了2025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要达成，还是要高度的仰赖美国在前端的上游的这种研发的成果啊。然后还有包含说中国现在很多去赴这个美国投资，还有这个甚至留学生，其实都是反映出中国其实仰赖美国，才有可能达到所谓中国制造2025目标的这样子的一个伙伴。所以美国认为它的武器其实比较多啊，美国可以现在只是在谈关税，未来可能还有限制投资，甚至有人在主张说要限制高科技这个博士生的签证，等等。所以美国其实有非常多的选项，好，而且这些选项在都会很深层的影响到中国大陆，包括他们未来人才发展啊这些东西的。没错。所以这个我想这个是大概为什么美国觉得说这场仗会很惨烈，但是美国一定最终会是赢家的一个考量。是，老师，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现在如果真的要谈判的话，有压力一方，我觉得啦，我个人认为是在川普这边，因为您说这个11月美国就要这个期中改选了，然后这次中国打的目标又刚好是这个川普的几个痛脚。那如果既然美国这么有压力，可是感觉又一副就是我根本不怕不在乎，那中国反而是说啊，我们希望能够促成谈判，赶快回到谈判桌，反而是中国这边希望双方能够谈判的这个声音比较多。是。其实美国是在经济上面的实力当然是领先，科技技术也是领先。可是美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是一个民主社会，所以它3不5时会有要进行选举。就像今年11月，刚才主持人提到要进行国会的期中改选，要改选部分的国会议员哈。那前面几站共和党跟民主党已经战得非常激烈的，选情其实是紧绷的。那如果这个譬如说中国现在限制这个黄豆进口，那马上对这些农业州的农民造成压力，它一定会反映在它的选票上。是，所以这个这是美国的最大的一个时间上面的限制。而中国用这个川普的话语就是一个 President for life， 就是做一辈子的这个主席的情况下，他没有任期，他没有任期，他没有选举的压力，所以反而他的这个措施是可以比较一致而且持久的。是，我想这个是中美之间现在最大的不平衡点，不是在经济，不是在科技，反而是在这种因为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运作所带来。所以从美国角度，他一定期待要速战速决，对，他不想要冲击到这个选举，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大胆预测啊，最晚到今年9月，中美双方恐怕必须要有一定的和解。好，然后至少让川普可以宣称胜利，就是某一阶段性的达成一些共识，达成一些部分共识，或是中国再提出一个什么3年计划啊，或者说100日计划，然后让川普可以收割，然后川普一定会带到说，所以你们11月要投共和党，是，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个运作。那中国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也许会用这个方式来这个促成说现在情势的和解。等于是这样子让川普也有一个台阶下，我们也不会冲击到中国本身未来的发展的问题咯。没错，这个譬如说这个以钢铝为例好了，中国本身就在加速去产能，他也认为中国要摆脱这样子的一个高污染但是低生产力的这个行业嘛，哈，至少要朝向高品质来发展。那他一定会利用这次川普这么大的压力，232的压力，现在301又把钢铝放进来。作为一个外部的这个力量来加速推动这个去产能，去产能有很多的社会成本的，下岗的工人，好，还有这个地方政府的 GDP 突然不见了，好，等等。那这次看起来川普给中国压力，事实上中国大陆一定是顺水推舟来加速这个去产能的工作，所以双方都互有得失，而且事实上中国最后也宣称，其实我也胜利了，好，我借由这个机会来完成了我去产能的任务嘛，是的。那所以这个所以我刚刚在谈述说中美这个贸易战啊，看起来贸易纠纷，因为本质上是习思想跟西方经济这个思维的对抗，可是因为这种我们刚才讲的政治上的限制、产业上、经济上的限制，所以一定会是一波一波的。
对，所以一定是战核的组合。就我们现在看到301的战，然后会核，等于是边打边谈，边打边谈的感觉。没错，所以会是一个好几次的，而且这个可能时间会拉得比较长的这种态势会再往下走。可是我们也看到说，其实这个 USTR 这个清单出来之后，它其实经过2个月的这个各界的评论啊，然后之后决定了还要经过半年的这个所谓的观察期。那中间其实我们也看到可以留到很多缓冲空间哦。那老师，你预期到未来中美如果真的在短期之内，或者是在这几个月之内上了谈判桌之后，双方各有什么样的策略可以运用？现在看起来就是因为美国期待中国要改善的议题啊，他已经都很清楚的写在他这次的报告，以及呢他在3月初所公布的叫做贸易障碍调查报告。那他在这几次的报告加起来呢，他大概关切几个议题，就是因为中国制造2025政策所引发的这种过度的补贴、过度的政府的支持。然后过度这种用国家资本主义来用各种方式来取得其他国家的科技，是，然后还有产能过剩的问题，然后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它中国市场的封闭来培植所谓的国家队，因为美国其实有些学者分析说，像阿里巴巴跟腾讯现在都是世界级的这个可以跟这个苹果抗衡的公司，可是他们都说这2个公司如果单纯过去如果是在生长在美国，恐怕长不到这样程度。那为什么成为世界级？就是因为政府的保护，所以盖了很高的高墙，让美国的业者无法竞争，所以培养出这2个巨人。是。那所以美国会期待说，你要把这些围墙消除。好，那过去你阿里巴巴已经是巨人，没关系，我美国并不惧怕。但是现在你根本不让我跟他竞争的机会。所以你看，美国的电商现在还无法进入到中国市场。是。银行、金融都一样，是有可能像这种电商开放，有可能是它的美国的会要的东西，是没有错。所以其实像另外一个，就我们刚才谈中国制造2025里面引发的这些问题要解决，产能过剩要解决，国家补贴要解决，强制技术移转要解决，还有一个就是市场要开放。是，大概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领域的这个变化。所以为什么李克强总理不断在说啊，我们会开放，我们会解除限制，我们以后不会再强制移转，他其实也是在回应美国这些关切的重点了。那我想中方现阶段看起来立场很明显，就是他会尽可能的去看看有没有可能去处理美方的关切，因为他了解他其实需要美国才有办法走到所谓制造强国，甚至这个领先群这样子的地位。老师，那我们这次的美中贸易战，一看就是可能会开打，但是呢，也有可能赵老师这样讲的，它会是一个短暂不会持久的一个战争。现在看起来它就是我昨天用用语叫做激烈，但是不持久。那这样子，我们夹杂在中间，台湾，我们看到经济部的说法是因为这次没有包括美国制裁清单，不包括所谓的这个一些我们的手机啊、平板这些东西，影响不大，没有影响。老师，那又怎么看？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因应？因为毕竟2个大象在打架，我们踩在中间，其实应该是很危险的吧？是，我想用经济部的这个观察，其实也没错，但是我们只能说那叫做不幸中的大幸。是，那不幸还是存在的。那只是说我们有部分我比较担心的，像苹果供应链、电脑这些没受影响，但是呢，像这个机械类的产品，像这个甚至包含了家具。这个橡胶到这个化学品，其他的电子类 LED 的这个制造，其实都包含在这次清单里，是。那这些也都是过去30年来台湾对中国投资的主要的业别。那现在其实台商去了中国大陆，到底是不是出口美国，还是内需？还有它的生产的内容是不是有做调整？是，其实从台北是无法掌握的。我们过去对这样的资讯掌握也比较少，所以我刚才说，因为涵盖非常广，所以被牵连进去受害是必然的，只是程度跟范围还有它的这个时间线是不确定的哈。所以我会建议政府现在第一个要做的事啊，其实是要尽快进行这种损害调查，是啊，要请这个在大陆的台商透过工协会、透过网络平台、透过发的问卷，去具体掌握到底受害者是谁，受害的领域是哪一些，然后我们再来研判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东西。是，移转生产基地，然后全球化发展，然后
分散市场，这些都是该做的。可是前提是你必须知道谁是最受影响最大的，谁牵连在里面。没错，那我觉得现在这个资讯是欠缺的。我想我们应该要在推动长期的政策之前，第一步要先赶快去收集这些资料。那我想，被害人觉得自己会受影响，厂商一定很乐意的想要让政府知道这个问题，因为这样子他才可能获得一些支持嘛。是，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赶快去做这个所谓损害或是被害人的调查。虽然说现在可能影响还没有，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是认为说现在政府的预估有点太过乐观了？确实有这个倾向，也就是说，他应该这样讲。昨天的新闻稿是比较聚焦在高科技，对，手机跟电脑这2个产值最大的行业，对。但是它其实还有牵连到很多其他的部门。那我也可以理解，即便是。